而家我示範呢個咧叫做平衡式嘅臥床弓。咁呢個臥床弓咧其實好簡單嘅，瞓喺張床做，但係唔要有枕頭。手喺體側臂直，一路托掌上，去到平肩之後就屈踭踏肩，就腳踭撐，咁產生咧一個咧上下嘅對拉，將個人咧拉伸拉直。咁停留咗咧，起碼10秒之後嚟講咧，就爪尖開肩，平肩變山字，爪尖微拉外展，停留咧耐啲，因為呢個動作咧可以令到咧你個胸背係開胸平背嘅。停留完咗1分鐘，我哋就沉踭臂直落體旁，之後我哋就收腳上嚟動腳，屈膝動腳，腹下沉。咁我哋咧個腰盤下沉。咁個肚腹自然係會墜咗落去㗎啦。咁要起碼咧要停1分鐘。咁最少咧就要做3次。咁當然啦，做夠6次9次係最好嘅。咁而家咧做第2次啦，我哋一樣手起，隻腳就一路伸出嚟撐咯，就屈踭踏肩，腳踭保持撐，停10秒。10秒之後用你個手踭開肩，平肩變山字。爪尖微拉外展就1分鐘，1分鐘之後你就沉踭臂直落體旁，之後就收腳上嚟動腳，屈膝動腳，腹下沉。咁你呢度最少咧就係停1分鐘啦。咁1分鐘之後，我哋就繼續做第3下。咁第3下咧，我哋一樣係手起腳撐，屈踭踏肩。爪尖開肩，平肩變山字，然之後沉踭臂直落體旁，屈膝動腳，腹下沉。做到最後嗰一下咧，我哋要起碼咧停到去咧5至10分鐘，因為咧咁你個腰盤咧先至會放鬆，慢慢放鬆喺度停留。咁停夠時間啦，我哋咧唔做啦，先伸咗出去咧，腳背向下伸。引血下行，10秒之後整個人放鬆。咁呢組動作咧就係咁啦。有啲人哋嚟講咧就係叫腰痛、背痛。咁有咩好處咧？寒背，咁佢哋可以改善嘅。咁再示範多次。咁動作咧嘅要領嚟講咧就係兩個手擺喺體側，攤大手板，直臂向上，去到平肩，我哋就屈踭踏肩，腳踭撐，產生上下對拉。整個人咧直線嘅筋動咧，全部對拉，最少停10秒。10秒之後，用你嘅手踭嚟開肩，平肩變山字，爪尖微拉外展咧，個目的咧就係要你開胸平背，不論你高低背、寒背，咁佢咧對你有幫助。但係咧，你就一定要個背部全部貼床，貼實晒，少咧就要1分鐘。係等你係慢慢拉開，左右拉開。好啦，停夠1分鐘之後落啦，就沉踭臂直落體旁，之後咧兩隻腳一齊收上嚟動腳。記住平肩寬分開嘅，咁你腰盤一定要貼晒床。對於腰椎受壓，腰嘅椎間盤有啲突出嘅。你係會拉直咗佢，同埋放鬆咗佢，咁你慢慢停，咁停到最少係1分鐘。1分鐘之後咧，你就重複去做啦，一樣係手起腳踭踏肩，跟住爪尖開肩，平肩變山字，爪尖微拉外展，然之後繼續直臂慢慢落嚟，收腳動腳，咁嚟講，重複咁樣做3、6、9次，隨得你做。做到最後嗰下咧，你就直腿前伸，腳背伸，向下伸，引血下行。10秒之後放鬆，慢慢咧等佢個氣血行。咁你堅持咁樣做咧，最少係早晚咁樣做啦，一定有改善嘅。